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本人嘅頻道。咁先作自我介紹先。咁我叫做 Joseph Chan。咁我今節咧，我哋會分享一啲同心理訓練有關深呼吸練習俾大家。咁呢個深呼吸練習咧，就主要咧就主要對象係DSE 嘅考生啦。咁就喺 DSE 咧，大家都知道真係好緊張㗎啦！而家大家佢哋都好搏晒命去作戰啊，去操 past paper 啊。咁佢哋可能花好多時間去温一啲嘅補習筆記啊，或者教科書嘅內容啊。咁因為而家都3月中下旬啦，已經咁4月初咧就要開考啦。咁就因為都剩翻一個星期嘅時間，咁心情咧都難免真係好沉重啦，好焦慮啦，都仲係有冇發覺到咧？可能温咗好多都係，但係仍然都係唔夠啊，温唔夠啊呢一種嘅情況，因為真係嘅香港係呢個 DSE 真係一試定生死。亦都決定咗你未來嘅去向，都係一個好重大嘅一個決定啦。咁呢一個考試，無形比起香港數萬嘅考生，的確係好大嘅焦慮啦，係甚至乎對未來嘅遺忘啦，驚考唔到之後未來會點樣樣啦，所以都好多嘅憂慮喺入邊嘅，大家係理解嘅。咁但係喺本 channel 裏邊咧，因為本人咧就唔係一位某學科嘅一啲嘅補習名師啊，或者老師啊，所以咧我冇辦法去提供一啲嘅學科上面嘅 tips 支援大家點樣去升 grade 啊，或者拔升啊呢啲計劃。咁本人咧係一位心理諮詢師啦，咁我都學習緊一啲同冥想啊，或者係同人類圖有關嘅一啲嘅專門技能啦。咁希望透過我所學習到嘅一啲嘅專門技能，希望分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啦，然之後透過我嘅分享影響到更多人，咁亦都係我本人嘅一個理念啦。咁我而家今節咧，我就會介紹一個比較簡單嘅練習，俾一啲而家正在備考緊嘅 DSE 啦，又或者係成年人，如果你哋有一啲比較重大嘅一啲嘅計劃啊事項，而家等待緊，令到你覺得都係好緊張嘅，都好適合做呢一個嘅練習嘅。希望睇完呢個影片之後，都係希望大家有所得益嘅。咁而家咧就係開始進入一個深呼吸嘅一個環節。咁希望大家而家先揾一個比較安靜啲，冇咩太多雜音嘅一個環境，然之後先坐落嚟。咁坐嗰個位置都希望令到大家係安然自在嘅。咁同埋希望你哋嗰個，如果你哋用手機或者係手機手提電腦嘅話，如果你哋用一個聽筒啊耳機嚟聽嘅話咧，可能狀態會更加好嘅。咁而家先坐低落嚟，最緊要覺得自己係舒服自然嘅，唔需要有太多嘅一啲嘅包裝嘅。咁而家坐低落嚟之後，先聽我嘅引導，靜落嚟，然之後靜咗落嚟之後，慢慢合埋雙眼，然之後聽我把聲，根據我嘅指引，用鼻吸氣。你而家吸入嘅係周邊新鮮嘅空氣，然後閉合至少2秒之後，然後用嘴呼出。好，再做多一次，用鼻吸入周邊嘅空氣，閉合至少2秒，然後將你身體入邊積累嘅空氣
呼出嚟。就咁樣重複以上嘅步驟，然後而家先用鼻吸入周邊嘅空氣，閉合至少2秒，然後將你而家積壓住嘅空氣用嘴口腔裏邊呼出嚟。就咁樣重複以上嘅步驟。好，相信大家已經適應咗呢個呼吸嘅節奏。而家當大家吸入周邊嘅空氣嘅時候，請你內心裏邊或者你可以大聲讀出一，然後2秒之後，你可以將你嗰個積壓住嘅空氣從口腔裏邊呼出嚟，然後可以心裏面默念或者大聲讀出2。好，再重複多一次。當吸入空氣嘅時候，心裏邊默數1，然之後2秒之後，將你嘅體內嘅空氣從口腔裏面吐出，然後數2。好，不斷重複呢個步驟，直至到聽到我嘅信號為止。記住，而家此時此刻，將你嘅注意力始終灌注喺你嘅呼吸上面。如果你被其他嘢分心咗，唔緊要，只需要將你嘅注意力帶返嚟呼吸上面，亦都唔需要批判自己、責怪自己，只需要每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樣，當覺察到自己分咗心，然之後將你嘅分心帶返嚟呼吸裏邊就可以啦。好，而家可以慢慢從你嘅呼吸帶回到現實環境入邊，然後覺察一下，對比一下做呢個練習之前嘅感覺。如果平靜嘅話，你可以喺呢度平靜一陣間，感覺一下你身體嘅變化，有冇發覺到你周邊嘅肌肉
你嘅有冇鬆軟咗，同埋之前你嘅頭腦裏邊有冇覺得比之前冇咁大壓力？內心裏邊有冇覺得從做練習之前嘅緊張，而家突然間放鬆咗？可以喺此時此刻覺察一下，可以翻返嚟正常呼吸入邊。好，如果你準備好嘅話，你可以慢慢咁樣擘大雙眼。練習就係咁簡單。咁喺深呼吸入邊，咁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將我哋嘅專注力放喺我哋嗰個呼吸上面。當我哋有意識自己係一個呼吸嗰陣時候，咁你嘅全身、你嘅頭腦都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亦都俾你嘅頭腦咁原本係一個瞬息過載嘅一個狀態裏邊，突然間你會清理，你會覺得到咗清理，然之後咧，你會覺得大腦裏邊得到咗休息，咁就休息好之後咧，咁就你會覺得你會可能大家嘅狀態因人而異，不過點都會比起做冇做之前咧，效果一定會好，一定會理想啲嘅。咁點解頭先我要大家去默數1同埋2咧？咁當大家有一個意識去幫助大家訓練自己嘅專注力，咁知道自己數1嗰陣時候咧，知道自己喺度呼緊氣啦，唔係吸緊氣啦。咁如果係數2嘅時候，就知道自己係呼緊氣啦。咁目的就係俾知道自己喺度帶領大家去回歸返你而家喺度做緊啲咩嘢。咁其實咧，咁係好多奧運嘅選手咧，佢哋你知道啦。咁奧運出場咧，出場1分鐘就台下十年功㗎啦。咁好多時候嘅成敗得失咧，就係在於此時此刻。咁佢哋做多啲一啲咁佢哋出場比賽之前咧，咁除咗係有一連串艱苦嘅訓練啦，咁佢哋一啲一流嘅運動員，佢哋嘅教練都需要喺佢進行訓練之前咧，好多都需要一啲嘅冥想嘅練習，即係可能你頭先介紹一啲嘅深呼吸啦，咁就冥想可能對於大家好多嚟講都可能比較深入啦，所以我哋今次就暫時唔介紹住啦。咁但係當你去進行咗呢個深呼吸嘅練習裏邊咧，都知道咗我哋當中一啲竅門，你係提高咗自己嘅狀態啦。咁如果運動員佢哋當做完冥想嘅練習之後咧，佢哋嘅訓練嘅效果的確有提高到啦。咁多日研究顯示，佢哋即係出場比賽咧，佢哋臨場嘅發揮啊，都有一個好大嘅提升嘅。咁亦都係提升咗佢哋嘅臨場發揮嘅狀態啦。咁在座 DSE 們，又或者你哋去或者成年人啦，你哋即將去可能去某啲單位去面試啊，或者係應考某啲嘅專業技能試啊，又或者係可能你等緊某一樣嘢而令到你自己都好焦慮啊、緊張啊呢啲咧，咁做呢啲深呼吸嘅練習咧，絕對可以幫助大家係放鬆自己，然之後覺察下當下。咁亦都長期做呢啲練習嘅人咧，咁你哋都會提高返自己臨場嘅狀態啦。你哋成個腦自己嘅心啊，由原本嘅消極都會變返去一啲比較正常嘅模式入邊啦。咁如果希望如果大家做完頭先嘅練習之後，如果覺得自己有用嘅話，咁歡迎大家留返 feedback 俾我啦，又或者係你可以透過搜尋我本人嘅聯繫嘅方式
嘅渠道咧嚟聯繫我啦。咁我都會繼續分享一啲同一啲心理啊、精神健康啊，又或者係身心靈有關嘅資訊俾大家嘅。咁呢個影片咧就主要就係介紹就係一啲同深呼吸雖然話係又算唔上係一個好深入去冥想嘅環節，咁但係都俾大家都亦都係一個正念嘅覺察自己嘅一個入門班啦。咁入係一個入門啦，咁就係一個如果太複雜嘅話，我都驚大家可能係未必太過有興趣啊咁樣啦。咁都希望，但係都係透過呢個影片，可能頭先個5至10分鐘嘅體驗啦，都體驗到嗰個效果啦。咁如果真係對於幫到大家嘅話，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啦。好，今日分享就係咁多，下次見。